教师节特别教导，宜兰邮局特别伫个光复国小来办活动，互全校300外小朋友伫个明信片写下对老师的感谢。另外，伫个头城高中，学生是用即摆真实行的开箱的相片，祝老师教师节快乐。这个影片放起伫网络才一天，这个点阅率就破4万人。好，开始动作。老师一个话开始，这学生开始搬教室内面的桌仔甲椅仔，搬到外口排规排。明明是倒伫涂骹，就要来尽量摆出姿势。一只高工主要是为了要翕出即马上届时行教室的开箱相片。这学生有的人伫困，有的人伫等纸，这青春的生活放伫网络顶面，才一天尔，都超过4万人看过。这是头城国中响应教师节，用开箱相片表达对老师的感谢。另外一名伫宜兰光复国小，伊嘛想要伫个明信片顶面，将对老师的感谢写落来。亲爱的老师，谢谢你呀！宜兰邮局特别趁教师节举办用手写批团结的活动，300外小学生用这个明信片写出对老师的感谢。教师节每一个学校有无同款的做法，唔若要和老师对一个有创意的教师节，嘛要将祝福献给辛苦的老师。